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係咪都會靠住自己嘅能力去解決問題呢？當遇到一啲超越我哋能力範圍以外嘅事嘅時候，我哋有冇諗到有一個榮耀尊貴、配受權柄嘅神，一直喺我哋身邊陪住我哋，聆聽我哋、支持我哋呢？咁樣大家係咪咧都會好有力量去面對呢一啲事情呢？就讓我哋一齊喺神嘅聖殿當中一同讚美敬拜我哋嘅神，大地頌讚歡唱，大地頌讚歡唱，讚美你名字，耶穌尊貴到超過一切。萬族萬國高唱，讚美你名字，從永遠到永遠，你超過諸天。除你以外，找不到尊貴像你；除你以外，找不到更美名字。除你以外，並沒有別地可以配受權柄、讚美以及崇敬、聖潔、國度榮耀全屬你。我哋一齊起立，繼續去讚美敬拜呢一位掌管萬有、尊貴榮耀嘅神。大地頌讚歡唱，大地頌讚歡唱，讚美你名字，耶穌尊貴到超過一切。萬族萬國高唱，讚美你名字，從永遠到永遠，你超過諸天。除你以外，找不到尊貴像你；除你以外，找不到更美名字。除你以外，並沒有別地可以配受權柄、讚美以及崇敬、聖潔、國度榮耀全屬你。除你以外，除你以外，找不到尊貴像你；除你以外，找不到更美名字。除你以外，並沒有別地可以配受權柄、讚美以及崇敬、聖潔、國度榮耀全屬你。哈利路亞，感謝讚美主，因為神係應當稱頌嘅，大家清楚。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，當我哋頭先好用力去讚美耶穌呢一個咁尊貴、咁美麗嘅名字嘅時候，我哋另一邊嘅心思行為有冇一啲因而未義嘅罪，不經意咁樣影響到人，得罪咗神，而沾污咗耶穌呢一個咁美麗嘅名字，讓我哋透過接下來呢一首嘅詩歌，求主幫我哋去領走呢一啲因而未義嘅罪。願我口中的説話
穌為我哋釘死十架，就係為咗救我哋唔好再被罪去折磨，救我哋進入返光明入邊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感謝你願意接納我哋，就算我哋犯罪得罪咗你，你依然俾無限次機會俾我哋，無條件咁樣去愛我哋。求你打開我哋嘅心，叫我哋唔好做一個硬心腸、自以為是、被罪克制住嘅人。就算世界有好多令我哋好失望、傷心，甚至好嬲嘅事情，求你保守住我哋嘅心，叫我哋唔好變得自大、冷漠，唔好犯罪，唔好以惡報惡，唔好迷失，唔好讓愛流失。求你讓愛注入我哋嘅生命，用愛去清洗一切唔合你心意嘅事情，作一個唔會絆倒人嘅基督徒。喺哥林多前書入邊，其中講到，就算我哋好有知識，做到好多嘢，知道好多嘢，但係如果冇愛入邊嘅話，呢一切都唔算得係啲乜，而唯有愛心先至能夠造就人。就讓我哋透過第3首詩歌，一齊求主融化我哋嘅心，將更多嘅愛注入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入邊。先由敬拜隊先唱一次啊！沒有愛，空虛無奈；沒有愛，關心不再，永遠被冷漠。
怎可為